想喺大灣區退休置業嘅客戶嘅話，可以睇過嚟。呢一套嘅話係位於我哋大灣區惠州金山湖中心嘅一個項目，177方。呢個項目嘅話咧叫做龍生金山湖中心。呢間屋嘅咧，佢係屬於一個4加1房嘅設計。入門嘅地方咧，呢度係本身係個房嚟嘅，改造成嗰個書房。呢一間屋咧，佢係採用呢啲全部都係木地板，然之後採用呢啲原式嘅嗰個設計。佢打造咧，佢係比較簡約啲，裝修費嘅花咗70萬嘅。全屋嘅中央空調，南北通透嘅一個戶型咯。呢個項目嘅陽台咧，佢係非常之闊落嘅，差唔多有10米嘅一個長度。前邊咧呢度準備拆遷啦，做公園。北向咧佢就係一個商業綜合體項目嚟嘅，樓下邊咧係一個購物廣場同埋一個辦公寫字樓嘅。呢度咧就係我哋金山湖嘅一個購物廣場啦，非常之大嘅。然之後有4間房，呢間主人房唔係呢間嘅話兒童房，兒童房設計咧係個網紅設計咯，一個樹洞。下邊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做衣櫃嘅。呢一間屋咧就老人房，老人房咧就係到頂嘅一個衣櫃，都係採用呢啲原式嘅木做嘅一個衣櫃。呢間套房，套房大概有16方咯。衣櫃嘅話咧，全部已經整好晒噶啦。呢度所有嘅嘢業主都唔帶走，包括呢一間主人房，主人房係做咗一個衣帽間嘅衣櫃，加埋洗手間。呢個位置咧，佢就係整咗兩個廠。假如話係想喺大灣區置業揾呢啲大平層嘅話，你可以關注下我，專門做惠州惠城區市內嘅二手房同埋新房嘅。